象征幸福吉祥的客照，变成大河公园7米悬的造型磁流廊，兼具在地意象甲亲子休闲功能。公所以北区就是囡仔的地设游戏场做计划，陆续打造地设公园。这样的一个发想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，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屏东、去高雄，看到大家的一个特色游戏场，然后回来之后，小孩子给的建议说，他们希望是有刺激性的、有攀爬性的一个特色游戏场。市长黄伟綽伫公园亲手种下梅树，同时跟囡仔做伙开箱新的游戏场。市府的地方建设目标是一区一座地设公园。北区区长潘宝淑经他家向国土署争取5000万经费，预计伫北区区内将有15座地设游戏场，密度是全台南市第1关。那希望把这个公园能够加以一般的公园变成特色公园，特色公园更增加更多的特色游具，更丰富。那所以说一分阶段，那这个地方我们除了北区大河里的特色公园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后续在北区有9个特色公园在陆陆续续在施作中，预计在今年或明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。未来福安公园、八仙公园等所在，嘛会有无同的地设游具，使人期待。到时欢迎所有的亲子家庭做伙来北区公园佚佗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